來看中華縣田尾鄉一間小食部附設的 KTV， 初十一個姓柯的員工甲3個查甫人發生衝突，一個姓柯的員工互拍死，警方在附近的汽車旅館抓到這3個嫌犯，3個嫌犯嘛法庭裁定羈押禁見。這間在中華田尾的卡拉 OK 小食部，互警方圍封鎖線，塗骹攏是碎玻璃甲米滷管仔，現場亂糟糟。初十早起，消防接到報案，講遮有人著傷，趕到位發現傷者姓柯的查甫人已經烏卡。那在包廂裡面發現有一名男子倒臥在沙發上，那經過我們評估後，發現男子沒有呼吸心跳，沒有意識，判斷為有烏卡。那我們隨即就開始 CPR、AED 不建議電擊，後續轉送北斗左醫院。警方調查指出，姓柯的被害人是小食部員工，甲另外3個查甫人客。初十天也未光的時陣，佇小食部發生衝突，造成被害人著傷，3個嫌犯就直接離開。其他員工日時上班的時發現，才報警處理。被害人送病醫了後，宣告死亡。警方報請中華地檢署指揮偵辦，2點鐘內佇案發地點附近的汽車旅館抓到這3位涉案的嫌犯。全案警方報請彰化地檢署指揮偵辦，在獲報後2小時內將涉案3名犯嫌逮捕到案。全案依刑法傷害致死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，並經彰化地院裁定羈押禁見。警方表示，因攏有熟悉，初步調查，雙方是因為店要休困，姓柯的店員請人客離開，結果發生衝突。目前2位姓林、1位姓葉的嫌犯涉嫌刑法妨害特殊、害人、毀損等罪，法院已經裁定羈押禁見，是毋是有這部也是其他糾紛，也閣需要調查釐清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